無論係低級紅或者高級黑，都會損害黨的事業，影響黨的形象。低級紅、高級黑一般有以下6種形式。第一係誇大其詞、冇腦吹捧嘅浮誇風，有啲地方宣傳報導有時思想僵化、文風浮誇，仲喺度按傳統模板編宣傳事蹟，煞有介事，但係不合時宜地鬧出笑話。第二係用力過猛、任意拔高嘅面譜化，有啲地方為咗突出典型，樹立標杆，不惜過度美化、任意拔高，不但無法打動群眾，還會引發網民